男人被固定在 CT 机上做检查，但在机器缓缓启动后，对方竟出现奇特的反应。首先是全身青筋暴起，随后便开始痛苦的哀嚎。他可不是身体里藏着毒液要爆发，而是曾经血液中被人注射过磁性的复合体。磁场与磁场之间会产生波谱传递信息，军方对这种传递信息的方式称作幽灵网络，所以男人才能在恐怖分子行动的同时，隐约看到现场的画面。说到这，贝博士萌生出一个大胆的想法：之前恐怖分子用气体炸弹定格了公交车上所有的乘客，其目的就是为从中情局特工的手里偷取某样东西。现如今可以利用神秘男人的磁场，反过来监听他们的一举一动，然后给男人带上接收信号的装置。贝博士用冲击钻在指定地方打开小孔，通过小孔将装置与大脑连接，启动仪器的一刹那，男人也产生了反应。这也就证明贝博士的想法是可行的。此时应该拿出花生瓜子小茶水，坐等评书的播放。咱们稍微说道。随着贝博士高频率的调试，男人的嘴里开始断断续续地说着拉丁语，幸好博士的助手能听懂并给出了翻译。1个小时后，恐怖分子将在南站与内鬼进行交易，交易物品已从女人手中取出。短短的几句话让小美立刻想到之前的预言话，画中的女人双手沾满鲜血。小美突然明白一切，立刻冲进停尸房，果真同事的双手手掌被人割破，而取走东西的人正是死者的上司，他就是隐藏在中情局的内鬼。于是小美一边赶去现场，一边打电话请求支援。根据收音机的实时监听，小美很快就找到了内鬼，但终究还是晚了一步。内鬼早已被人灭口，但塞翁失马焉知非福，小美意外找到恐怖分子的足迹，在众人的包围下，对方很快就被擒住，同时她也很识趣地放下了手提箱，举起双手。原来他们费尽心机要得到的东西，竟是像纽扣一样的透明物体。等小美回到局里，上级交给她另外一起案子，并说之前的案子已经移交给了国防部。可晚上老黑就偷偷会见了巨力集团的高管，并把那个代表秘密的纽扣交给了对方。